全国第一座建伫校内成功大厦齿科学系临床技能中心正式启用。中心内底有14条治疗椅，将提供学生临床实习、研究等多方面运用。现在我们在台湾牙医学的教育里面，学生进入临床阶段都要经过临床技能测试测验。那临床技能测验就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牙医诊间，让学生能实际上测验，他们可以在病人的诊室跟病人后续的治疗在追踪。成大齿科学系第一届学生伫2019年招收，目前将进入临床实习，需要完善的教学设备。伫中央健保署的协助之下，由开启药房奖关进520班。各位各界募款550班，成立制作中心。我们医学院的这些学生的话，可以透过在最后的这2年，他可以进入一个实习。那实习的话，等于说又跟健保署、跟成大来配合，跟牙医工会来配合。那可以说有一个有牌照的牙医师，那可以配合这些，等于说把他带到偏乡去。加大他服务的能量。现在的牙医系的学生的训练跟过往不一样，那这一个是台湾的医疗品质的一个提升很重要的里程碑。成大的牙医系的人数是所有牙医系最少的，只有20位。那以培育偏乡，未来要去偏乡服务的牙医系。公费生为最多。成大齿科学系当中有3成的学生为公费生，拢来自偏乡，希望借由先进的设备，未来将强化学生的模拟操作，增加专业课程，培育更较侪齿科人才，从事台湾偏乡医疗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